乜呢間韓國餐廳咁好生意啊？仲嚟咗10個保安維持秩序添。哦，又係韓國組合 Double S501啊！佢哋前日搞完音樂會，晚飯去食家鄉菜。大蝦、牛筋骨、龍蝦、有機菜、海鮮湯，10個餸2味甜品，飲飽食醉走人啦！見咗3日，啲 fans 仍然咁癲。尋日終於要同香港 fans say goodbye， 行特別通道又有鐵欄頂住，成300個 fans 送機都唔再亂。但見到啲韓國 fans 跟偶像機走，香港 fans 企晒喺閘口，望多2眼先甘心啊！蘋果動新聞報道。